创啥啊？足杂的啦。嗯，有叫是随阮前世，是偌好耍的代志，哪会知讲当都爱人烦恼？听老前事。无啊，恁两个兄嫂细哥又搁伫个冤啦。无啊。无，哼，啊无今年啦，我这个大小姐哈，你倒是又搁在发啥物小姐脾气啊？唉，听爸讲啊，喂，阮大哥去乌龙山探听苏宝洞的下落，3天安内，一点仔消息都无，叫人莫烦恼。哦，原来是为着这件代志哦。唉，伫遮去到乌龙山来回嘛，都爱差不多3天的路程，对对？搁再讲恁大兄是红令，啊要去所在，啊若留我钱嘞，嘛都爱7、8天啊，才有通啊转啊。无啊，苏宝洞立伫山顶，啊万一伊若暗中对阮大哥下毒手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哎哟，袂啦，伊啊等下登山啊功夫也毋是伫个歹啊咧哦。啊，身躯边还阁有真汉啊，多一好，这两个大将伫个咧。哼，迄人个饭桶哦。公婆婆伫咧担心登山的安危，所以毋才会一直怨叹父顺，讲不应该叫伊去乌龙山。两个即马毋才伫咧。元帅甲夫人安怎？嘿，听爸讲啊，你哦，敢若知影啉烧酒，啊啉酒醉倒咧困啦，你拢毋知影。阮父辈甲母亲已经怨一天安呢。啊！妇道人家，你知什么？我无想要跟你辩论。我虽然是一个妇道人家，也毋过我知影某囝的情分，才无亲像你，身机病了后，却连一点仔爸囝情分都无。你。我的苦心嘛。登山练琴，将兵看闹，少年侥幸几个关闹，事入好血去钦中原，为民必可真社欢闹。
再担心啊啦！我老疼的亲自来去乌龙山找恁囝，将丁山甲带倒，安尼唔就好咯？不行你不行，老千岁，千万不用你去。苏宝堂带领出兵，要迄个山中的所在，你若去，是不是太危险呢？平辽王啊，你煞去学袂记的哈？迄五片的刺毛可毋是定定伫咧讲，讲我即个老疼的啊是一个福将啊，竟然我都有法度通骗出番营，回长安去办讨救兵啊！啊，到走一逝，即落乌龙山是咧算啥物啦？我再讲，我有两个英勇无比的女将。特别随老虎同行咧，你哋。女将，父婿，母亲，哦，你是女娘姊妹啦？平辽王啊，唔通看不起女娘之辈啊！啊，你晓袂记的？哈，罗通少北的多罗公主。也甲你认贵啊，正当的梅月英，啊，到遐是倒一个是好惹的姑娘啊！听老千岁啊，那安尼就叫伊两个姑嫂保护你去。啊，你若是去找到丁山，就叫伊紧倒转来。哎呦，会啦，你放心，行，咱来去。来，四世祖、陈将军、大将军，老伙仔来敬您一杯。多谢。大将军啊，你个骹骨也会疼心。老姐，无啥要紧，无啥要紧啦。是讲吼，恁查某囝迄个含钱吼，好加赛是敢若摔我落去安尼啊，迄内底拢无其他的野兽，若无我这声就惨歪歪哦。是呀，迄个含钱啊，若要大声跋一只棉袄落去吼，也迄代志就也搁较惨。哦，陈老丈，另外更加掠免好。哎，什么才敢掠棉袄啦尔？伊也敢跳出个棉袄的加价票，太死棉袄，白虎皮。哦，你看咧，迄个虎皮啊，就是小女白来的。真的啊？哦，你这只相当大只了呢。哎呦，原来真是天生神力啊！小女虽然有生做有较怯死，也毋过伊力大无疆，所以阮这富贵的人，逐个就叫伊武天红啊。武天红。请。不用了，谢谢苏先生，你小姐姐，老爷来去也没来，好。真关切。你慢慢是。家己来。是讲元帅啊，我看这老伙仔吼，安尼鬼鬼祟祟，
爱成毋是好人哦。无吼，我头旋入来内底甲伊偷听，看伊有伫咧讲歹话无。哎呦，金丁啊，呀你嘛你较紧呢，人因这要去啊，你知唔？爹，你谁人都爱喊尔都要紧，我谁人都爱甲因斗阵走。哎，啊你这个戆囡啊你啊，呀这代志啊，这是烦恼20外年啊啦，今仔日若毋是讲你去掠住迄个话啊将军啊。啊！这个好机会就搁走去啊！咱等遮尔久，呀！你家在哦，有这机会，天来赐这良缘来，那这边咱用无做急的啊！唉，我再讲哦，你的年也袂少啊，呀！你若通嫁出去，这卖了就是个心愿，吼！元帅啊，我求你啦，拜托你看在阮小妹的份上吼，请你救我这条命好无？以后到底有啥物代志？那下仔到啊，你啊大声小叫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你甲我点你啦，你搁叫我安尼，拢嘛是你。偏偏啊吼，搁互我摔落去迄个武天皇设的陷阱啦。啊，这去互因老爸认定讲，这就是天赐的良缘。要将迄个嫁袂出的歹姑娘送互我，你知无？就是配，就是配，这天下的绝配，人讲明交明，风交风，也稳固的交东公，我就是哎呦！你甲我点去，为这落骹鬼啊哈！哦，你明明知影讲我已经有意中人啊，你还搁笑会出来？一路，你意中人是什么人？就是你。别安尼讲的啦！一号。你我的本事啊，好眼睛，正如的秋水哦，自家人嘞。本岁原客，你做主，中意的那家的名字。下仔到，啊，这若是天大的好机会，你还搁唔讲，有你要等当时才有机会。会使讲的哦。讲啦，我替你做主，还搁唔讲？好啦，是讲元帅啊，啊，我若准啊讲出来吼，我惊你会变面呢。我为什么会变面呢？啊，就是因为苏先生啊，苏先生啊，哦，今仔日老岁啊吼，一件代志袂用咧无讲的，啊，这个机会我若无讲哦，会来耽误着阮查某囝的终身大事。耽误着，你尽管讲。哦，这啥啦？阮查某囝这金钟啊吼，还未出世的进前啊，就注定要甲四世主你有缘分啦。那安尼上好，吼，阮元帅吼，伊是统领三军的大英雄。啊，若是讲你查某囝吼，伊阁是会拍好的女英雄，来变我元帅吼。
水，是你的门使呢。你若讲这个话，哎哟吼，我煞叫袂记啦。陈老丈，对不住，本岁早就记错了。搁再讲，本岁这次是来乌龙山是奉父命，要走找苏宝堂。我这样阵应该连就爱走，你的心情我心领。请。小姐，是这主啊！你讲你要去迄个调查苏宝堂的下落性，是。那你应该啊，你就爱去咧后山的杨长洞找你知。你是安怎样知影？老伙啊，踮咧这个乌龙山已经20多年啊，要我查过迄个杨长洞啊，就是迄个官兵一个植草屯粮的所在。无甲迄个苏宝堂哦，会走去遐秘哦。元帅啊，你若假是安尼，咱就紧来去找苏宝堂。慢者，苏宝堂是诡计多端，咱三个人分三条路，预防就以苏宝堂盗走。是出名。请。是施主，我即摆就头甲你挡咧遮，我才看你安怎过去。陈姑娘，本岁身有公务在身，请陈姑娘你高抬贵手让路啊！要过去，当然是会用的，但不过我有话先问你，你是安怎才无爱答应婚事？做媒人，迄当然是真适合啊。安尼一好，我来招你后爸，甲恁斗阵来去见你内爹。你袂使走，搁来等我哦。哦好。你后爸，你后爸，你后爸，你后爸。奇怪，哪无伫咧？敢会去泡茶？真衰。哎呦呀！
今日去到最酸的啦，大哥连一个影都还无看到。出来，老伯啊，你大概有70岁哦？哇，我80都有啊，才要70。我看你哦，头毛喙相白，一定是一个年高德孝的人。拜托，你来甲我做阵啦。等下，哎呦，你这个查某囡仔哪会这唔知影我见笑？你这个歹查某啊哈！阮听要讲手甲放开。我来甲唔放。行，等下。哎呦，你嘛，哎，可是我手会动我，我你啦，我手会动，我袂去你嘛好了，嘿，小等下，无啊，迄姑娘啊，要我都甲你无熟无识，是安怎做媒人一定都爱找我。因为你是一个年高德孝的人嘛，规定哦，多谢你的夫人咧，我袂减互你，死世主还伫遐咧等偌紧。啊？你是讲啥人？平辽王的世主四丁山啦。